想要健康減肥，我哋除咗要控制飲食之外，就係要消耗卡路里，燃燒多餘嘅脂肪。除咗運動，穴位埋線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佢可以幫助我哋燃燒多餘嘅脂肪，提高基礎代謝率，令身體喺靜止嘅時候都可以消耗更加多嘅卡路里。近幾年嚟，亦都有好多文獻深入咁樣探討過呢個問題，顯示穴位埋線可以有效咁調節內分泌，提升新陳代謝，控制食慾，加強脂肪燃燒，對減肥有顯著嘅效果。穴位埋線係中醫針灸技術嘅延伸同埋加強，係針灸2.0嘅存在。因為針灸嘅得氣效果通常可以維持1到2日，每週需要治療1到2次，而埋線嘅效果可以持續7到10日，只需要1個月左右治療1次，相對更加持久，求診次數大大減少，特別適合忙碌嘅香港人。值得注意嘅係，亦都有大量嘅文獻支持，穴位埋線唔僅僅限於減肥，亦都對治療慢性疾病，例如多囊卵巢綜合症、痛經、脂肪肝，又或者係糖尿病都有確切嘅療效。另外，埋線效果亦都好講求線體埋入嘅深度同埋位置嘅影響。建議揾返你經驗豐富嘅中醫師評估下你適唔適合進行埋線治療啦。